各位大學假期嘅貴賓，你哋好啊！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人生必到嘅旅遊目的地，就係巴爾幹半島啦。我哋大學假期悉心安排咗2個唔同天數、唔同深度嘅旅行團隊，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假期同埋喜好去選擇最適合嘅行程。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團隊就係我哋嘅玫瑰節13天團啦。呢個團隊最主要集中喺巴爾幹半島嘅中東部地區㗎，可以深度參與玫瑰節當中，亦都會配合埋節慶嘅時間安排，令到嘅氣氛更加濃郁啊！每年嘅6月份啦，保加利亞嘅玫瑰谷咧就會變成一片嘅粉紅色嘅花海㗎。我哋會喺早上啦到玫瑰田啦參與傳統嘅玫瑰採摘儀式，當地人咧亦都會身穿傳統嘅民族服裝歡迎我哋大學假期嘅貴賓㗎。到中午重頭戲嚟啦，就係玫瑰節大遊行正式開始，我哋可以同玫瑰姑娘同遊，同埋可以欣賞到傳統民族歌舞表演㗎。仲會帶大學嘅貴賓去參觀玫瑰博物館，去了解玫瑰點樣提煉成為玫瑰水同埋精油㗎。大學假期貴賓仲可以喺卡贊利亞品嚐到玫瑰節嘅傳統地道美食，真係一次視覺、嗅覺、味覺嘅3重衝擊啊！除咗重點嘅玫瑰節之外啦，仲會有好多嘅城堡體驗㗎，包括羅馬尼亞嘅3大城堡、佩雷斯城堡，有吸血僵屍傳說嘅布朗城堡，同埋科爾溫城堡。大學假期都會帶我哋嘅貴賓去齊晒㗎。仲有參觀被列入咗為世界遺產嘅維拉山谷修道院，呢個係保加利亞最大嘅宗教建築群。大家可以喺入邊參觀到鵝卵石庭院，同埋好多顏色好鮮豔嘅壁畫㗎。去到大特爾諾沃，亦都會參觀到查雷維爾城塞，感受昔日王國嘅風采㗎。第二個團隊就係我哋嘅巴爾幹21天全景團。呢個團隊咧係一個環線嘅旅程嚟㗎，會由西北玩到東南，玩勻10個國家。除咗會參加到玫瑰節之外啦，仲會欣賞到自然風光、古城同埋修道院㗎。行程我哋會去到參觀斯洛文尼亞嘅布斯當拿鐘乳石洞，呢個係全世界嘅第2鐘乳石洞，我哋會坐埋小火車入洞參觀㗎。跟住我哋會去到克羅地亞嘅16湖國家公園，佢有歐洲九寨溝之稱㗎。上湖區加埋下湖區咧，總共有16個湖泊，層層相連嘅。春夏秋冬我哋都可以欣賞到不同嘅景色。我哋公司仲可以包埋入場俾大家慢慢影相㗎。之後會去埋有亞得里亞海明珠之稱嘅杜邦力夫古城，成個城牆圍住嘅古城被譽為世上最美嘅城牆城市之一。仲會去埋希臘嘅梅特歐拉修道院。亦都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天空之城嘅原型啊！喺巨型岩石上面起嘅修道院，親眼見到真係會哇一聲㗎。為咗令我哋嘅大學假期嘅貴賓玩得舒服啦，我哋會有香港嘅領隊陪同出發。而喺住宿方面嘅話啦，我哋更加係會不惜工本入住2晚嘅 King Village Medical and Spa 酒店。距離會場只係需要20分鐘車程㗎咋。市面上好多個行家咧都會入住1晚較遠距離嘅酒店㗎，所以佢哋參加完慶典之後啦，仲要坐幾個鐘頭嘅車啦，先至去到下一站晚餐同埋安排入住。我哋喺行程安排一定係最符合到追求舒適同埋方便嘅大學假期貴賓啦。大學假期喺餐食方面咧，亦都係精心挑選嘅。等我哋嘅貴賓除咗可以欣賞到美景之外啦，亦都可以品嚐到地道嘅美食㗎。例如索菲亞嘅品嚐到榛魚風味餐，喺布加勒斯特嘅百年啤酒餐廳品嚐羅馬尼亞特色餐，喺布拉索夫品嚐羅馬尼亞嘅民族歌舞晚宴，仲有吸血鬼之家風味餐。喺克羅地亞品嚐地道嘅烤豬餐，同埋米芝蓮推介餐廳，仲有海鮮拼盤、烤羊餐、地道魚餐。喺貝爾格萊德品嚐波希米亞音樂餐，等等等等㗎。係咪聽落都覺得好吸引呢？其實 Alfred 介紹得再多，都不如大家親自去感受參與玫瑰節呢個慶典，仲等啲乜嘢啊？快啲嚟報名啦！